台这个郭文泰互名嘴来指控，讲伊伫咧新竹市有一块地是属于农务用地，但是煞来控阿妈图，而且来停游览车。郭文泰昨暗伫影音平台直播承认违规，也毋过伊嘛强调讲，15年前伊的爸爸甲医生共同买这块地时阵，都已经是控阿妈图了。不过违规是事实，今仔日会请怪手甲阿妈图扣掉。 他违规使用有停这个游览车。本人今天早上开记者会的时候，已经特别声明，我不会赖皮。说明讲，未办会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泰伫咧直播内底声称，家己所持本的新竹市龙文段农务用地防违规使用，今仔日会请怪手开学。铺水泥地啊，我还拜托我们的朋友说，好了。 明天去怪土去把它烤烤诶。我买的时候已经铺水泥，上面还有农舍。被抓讹市郭文泰讲有依法纳税，一个土地一起分24分块。2008年，其他4个医生找郭爸爸同齐合会，持有土地嘛是由郭文泰的太太担背起关系。要不是这个，我们有这么多名嘴关心的，我都还不知道我还有这一块土地。而且来到现场，看到台机车停伫咧车边的建筑批，甚至挂建设公司的布条。 这块土地伫咧进前方看到正在游览车的停车场，几若台游览车停伫咧车，拢是共一间业车。经过民众调准讲是这是专用的停车场，不过农务用地依法未当控阿蒙头，也未当应协。我要告诉柯文哲先生，问题不在补税，而是农牧用地本身就不能作为停车场所使用，更不能有非法营业的行为。先做间接的动作，再把 封锁线拉起来，会确定好时间进场来开挖。大选特别到郭文泰防压了土地违建，甚至将做营业乡，伊赶紧处理，就惊对手会摕这点来解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